第一嚟屋太嚟加拿大，第一次坐渡輪，仲要順便睇日出，係咪好正咧？坐渡輪睇日出啊！哇，暈啊咁樣做法，喺部船度咁樣睇日出。又影埋啲車添嘅。俾大家睇下渡輪睇日出。我隔離呢度仲有一部大貨車，好大部嘅大貨車，島啊大部。第一嚟屋太嚟加拿大，第一次坐渡輪，仲要順便睇日出，係咪好正咧？坐渡輪睇日出啊！哇，暈啊咁樣做法，喺部船度咁樣睇日出。又影埋啲車添嘅。俾大家睇下渡輪睇日出。我隔離呢度仲有一部大貨車，好大部嘅大貨車，島啊大部。